近日咧，IG 上見到辣模 Yumi K 咧分享咗一輯機艙內衣靚相，總共咧有幾張相展示佢嘅 G 罩杯火辣身材。有張相見佢着住黑色內衣同埋灰色長褲，被插泰國薄荷棒，坐喺頭等艙嘅優雅姿態。仲有一段12秒影片，佢試圖調整安全帶，彎腰整理物品時安全帶卡喺胸前，顯得有啲不耐煩嘅。仲講安全帶好棘，每張相都充滿性感同個人特色，吸引網友嘅目光。呢輯內衣相同影片一出，即係社交媒體爆紅，破萬網友朝聖。12秒影片同頭等艙片段累積咗1.4萬個 like，網友留言熱烈，我有剪刀，女神卡卡好遠。呢個安全帶真係量身訂造，太辣太性感，討論度高企。再睇下佢嘅近況啊 ，Yumi K 以283萬臉書追蹤者聞名，經常分享火辣照。最近呢一輯機艙照同影片更掀起熱話，佢仲講飛機上一定要插呢根，指住薄荷棒，火辣態度持續吸睛。中意 Yumi K 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佢。今日嘅報道去到呢度，唔該訂閱我哋頻道，留意更多娛樂熱話。